小姐，我係 ABC 電信職員，你早前申請購買嘅手機優惠計劃已經成功批入咗啦。大家一收到呢啲白撞電話，有冇好似我咁即刻收線呢？近期多咗假冒電信商職員打白撞電話，話你早前申請購買新電話成功，並且將會喺你嘅戶口扣錢。如果你話冇申請過買新電話，騙徒就會叫你交出銀行賬戶號碼同埋密碼，或者轉錢到指定戶口先可以申請取消。咁你都當真，結果就梗係俾人呃啦。記住，收到白撞電話，第一時間收線。大家喺任何情況下，即使來電者講得出你嘅個人資料，都唔應該輕易透露自己嘅銀行密碼同埋一次性密碼，因為騙徒攞到呢啲資料就可以將你嘅存款轉走。如有懷疑，立即打去防騙易熱線182222。